香港人記住啦，咁樣嘅代運營公司啊，就係騙子嚟嘅，大家一定要擘大雙眼睇清楚啲啊！大家好，我係阿權，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任何承諾可以令客戶品牌喺小紅書上面爆紅、粉絲量同埋銷售額咧可以翻倍嘅代運營，全部都係騙子嚟㗎。大家記住啦，冇任何一間嘅代運營公司啊可以拍晒心口咁樣話自己做得到㗎。如果大家真係想揾代運營，點樣先可以分得出靠唔靠譜呢？俾你3個好關鍵嘅建議。最後一個建議最重要啊！第一個，睇呢間公司有冇做長期嘅規劃。如果真正要搞好小紅書呢，一般都要包括中籌同埋把籌嘅計劃㗎。而種草同埋拔草咧都係有周期性嘅，一般咧至少需要6個月。只係推銷1到3個月服務嘅團隊咧，好大機率係想賺快錢就走人㗎。因為3個月咧係好難將一個小紅書號做起身。第二個，睇下呢間公司有冇自己團隊做出嚟嘅成功案例。冇團隊同埋成功案例嘅話咧，好大可能就係中介嚟㗎啦。佢左手同你簽咗單，右手就將你張單轉賣咗出去。服務質量同埋售後咧一概都唔理㗎。冇專業嘅人士跟進，最後嘅效果咧搞咗等於冇搞。第三個，睇下個團隊係咪由內地人同埋香港人一齊組成嘅。淨係得香港人嘅話咧，佢唔理解內地嘅文化，個帳號咧內容都唔會有幾吸引，做唔起身㗎啦。淨係得內地人嘅話咧，佢哋好多連香港都冇嚟過，甚至嚟唔到。根本就唔識得香港，點樣幫我哋做得好呢？要兩者一齊合作，消除信息差，先至係搞好香港小紅書嘅根本。我哋係一間專注於香港小紅書服務嘅公司，團隊成員包括香港本地人同埋內地人。我哋提供小紅書運營方面嘅專業諮詢同埋幫助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。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